服弱势民众，婚姻在地青年协会推广爱心的大用餐。为了帮助较弱势民众伫疫情期间买当食会饱，婚姻在地青年协会甲启动青商会联合县内25间餐厅业者推动爱心大用餐的服务。这次我们是结合我们云林在地青年协会以及赤东国际青年商会主要是结合云林县的在地的青年我们用青年的力量来让云林这片土地更温暖，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婚姻馆长张立先嘛表示讲，因为疫情关系，各行各业拢重伤，这个时依然有生意人愿意来付出爱心，这嘛互人感觉真伟大。除了感谢大家付出，伊本身嘛捐出100份的大用餐，欢迎更较侪人来寄付。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